事实上，选举一到，民进党出奥博，已经是几乎妇孺皆知，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出奥博。2020年已经这么成熟了，我们还在预防选举的这些奥博，我觉得这对台湾民主政治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何尝不是一个讽刺？这时候蒋安粉说辞真的是会拿出棒子，用重一击，不够用力，继续打，不够用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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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这个好，这个就是最常见的一种奥博，就是所谓的自导自演。所谓的变脸技术，在过去的选举史上，我们听过假录音带、假光碟，现在更有先进的数位科技，比如 Deepfakes 这样的软体。一旦使用这样的软体，就算你不是卖菜郎，你也可能以假乱真变成卖菜郎。这个时候，卖菜郎走在街上，突然就有一位神秘女士走到台上，这位台前的女强就在影片里当中自我介绍。今天小王就跟卖菜郎一起走到摩铁里面，一起做 happy 的事情。就在选前3天，这样的影片不断的在网络上播放，不断的在网络上散播。结果最后选完了，证明是假的，但是选情很可能就因此逆转啦。这就。哎呦，我2人一阵推挤呀！这位女郎手上拿的不是她的小孩，难道是郭子乾的吗？长得也是非常的像啊！哦，然后这就是我们的奥布3，就是所谓的抹黄。刚才看这一段呢，看起来非常好笑，心里面是非常酸楚的。怎么说呢？这应该是民主的萌芽起步的时候，要教导一般民众要注意到选举的一些花招。没有想到，2020年已经这么成熟了，我们还在预防选举的这些奥博，我觉得这对台湾民主政治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何尝不是一个讽刺？事实上，选举一到，民进党出奥博，已经是几乎妇孺皆知，大家都知道一定会出奥博，只是搞不清楚这一次又要变什么花样。2020年的总统跟立法委员大选，要拜托台湾民众睁大眼睛，这些恶劣的、抹黑的、抹红的、抹黄的、抹得乱七八糟的等等，希望我们聪明的台湾人民要做出理智的决定。我们也期待所有参与竞争的政党与政治人物能够走一条康庄大道，不要走邪门外道。这是我们对台湾民主我们共同最高的价值。我再重申一遍，选举到了，每一个候选人应该秉持着宁愿干净的输掉这场选举，绝对不要肮脏的赢得这场选举。选举越干净，执政越干净；选举越肮脏，执政越肮脏。